咱国内的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民众对清冠一号需求量嘛有提升，有不少民众想买买，却唔知倒一间医疗院所有提供。卫福部的中医药研究所加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即摆推出公费清冠一号的动态表，方便民众查询有提供的医疗院所甲逐工的库存量。不过，照目前看起来，也是真欠费。点开网站，透过卫福部中医药研究所甲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制作的列表，就会查到全国1391间有公费清冠一号的医疗院所有存量。不过目前真侪医疗院所拢写无货。我告诉他说领没有关系，你就照填领。我相信在今天礼拜一今天大概很多药厂已经都把药寄出来了。我们每个礼拜五药厂会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可提供的一个清冠一号的数量。那我们也会要求我们的医疗院所每天晚上12点一定要去更新。目前清冠一号供货状况差不多紧绷啊。中医药研究所表示，清冠一号的产量会为目前每个月15万人份，搁再提悬。即摆有8间药厂正咧生产，未来阁会有6间药厂陆续加入。我们大概可以供应15万人次的这个5天疗程的这个治疗的内容，那看起来数字是可以往上提高到20、30万左右啊。他们这个产能在投入之后的产能，在下个星期应该陆续会补上来。本土确诊数增加了后，清冠一号需求增加，市面上出现号名清冠茶包、类清冠等等的商品。卫福部中医药师表示，这拢毋是真正的清冠一号，针对其中可能有违法制作的情形，会加强调查处罚。记者郭稳定由台北报道。